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囡仔兄、囡仔姊，这就是这个所在啊！你敢有看过阮的节目？有。啊，你敢知阮节目要创啥？提宝藏。啊，除了提宝藏，啊，该创啥？讲台语。讲台语，安尼台语好无？好。啊，等一拢啊好好表现哦，啊加油哦！小梦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赵梦神。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队长大家好！哇！看到大家来哦，我就心花开。我看到恁哦，我就想要去外口，佮交较济足厉害的小朋友来遮摕宝藏。所以赵梦是要直接问小朋友哦，恁若是有想要交新的朋友，初次见面，你有啥物撇步？就是会当问伊讲，你几岁，还是你为倒一个城市来的？哦，问伊住伫咧倒位安尼？头一摆见面，然后然后先问伊，你按倒位来，然后久了就熟悉。哦，问伊倒位来啊，甲伊开讲啊了后，恁就会熟悉呢，做好朋友。问伊的名。你的名？对。我咧就是先自我介绍，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愈来愈好，就变成好朋友啊。啊，这个。哦，大家哦，拢是为这个开讲啊，问伊哦，介意食啥物，为倒位来，愈讲愈投机，安尼就变成好朋友，就甲阮共款。恁内底是不是讲台语？是。那咧小朋友，今麦摕做恁的精神，也够困难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小青龙乡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好，小朋友来，啊，跟我来者，来到这个所在。嘿，奇怪啊，咱雄雄安尼啊？不是，你是摆是咧创啥？人讲人惊人，会惊死人。恁敢有叫我叫着？好无？无听到啦。无啦。不是啊，你那雄雄咧耍啊？毋是啊，我扎这手电啊，我是要毋是当作麦克。我搭这手电啊，我是要去冒险。冒险？嘿，我想要找一粒山哦，啊去遐过生活，去一礼拜啊，拢无爱炸物件，拢看到啥就食啥。看，啊那是食到有毒的香菇，你嘛要食？我这支就交你啊。嘿啊，就是去试看卖啊，去体验一下。啊，恁敢有捌去倒位冒险过？我有去海边。海边啊？对，哦海边有出去。哎小水我听到因讲一队是毋是叫什么？城市冒险队，啥怎叫做城市冒险队啊？那是就这城市来的。啊哦，是安尼哦。哦。啊，是你会当甲我讲者，你为倒位来无？我住同园的大园啊。我住台北。你台北啊？对。我台中。我嘛台中。啊，哇，啊恁呐，拢住这样，安那大家拢会斗做伙？你是毋是拢会做伙啊？约一个时间做伙讲台语对无？对。因为去讲做伙讲台语，遮古锥哦。所以今仔日才来报名。安尼遮搞哦，我上喜欢这种小朋友。安尼即摆要开始甲恁考验啊，好无？好。好哦。我出什么题目，恁就甲接落来，好唔好？好。爱有信心，好唔好？好。好来哦，准备接着，现在讲。
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心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好，冒险队的小朋友，咱伫生活当中啊，有真侪形。另外有啥物形？圆的，啊长方形安怎讲？登都赢，长高形。哎呦，袂歹哦。啊正方形安怎讲？四角形。啊，搁有风吹形，风吹形就亲像菱形安尼。啊，搁有鸡卵形，像椭圆形，好无？我真厉害，真够讲。你敢有介意运动？有吼。好啊，今日要开始运动啊，开始走落啊，开始伸鱼啊，啊开始讲哦。有问题无？加油来哦，进来卡。好，嘿，水哦，车咧，车轮，嘿，好，应该啊，嘿对，音乐啊，音乐啊，音乐啊，过来一个，应节，唔对，快紧，你讲，好，加油一旋，嘿，啊不对，好起来，金州，金啥？猪，嘿，珍珠珍珠对，珍珠。哎，哇，你好爱走呢。花公，我讲好对，好，我打，哎，无对无对，不走嘞。pass，是不是 pass 好点？把时间。哎呀，溜啊，嘿，溜啊对。来，先听看遐讲哦。啊，嘿，我试看嘛。有啊。红牙，红牙，水，红牙。好，要紧，来，加油，差一丝丝啊吼。喂，秋树，哎，着树林嘿，树林咱生活当中定咧用吼。沙酱，啊，抢对，阿姐，唔知啊，药口啊，有口啊，好，要紧，好，来，咱做伙来复习一下吼。咱看卖有倒开茶，哎，咱你算下伊啥？一伊笑，即摆拢知吼，咱搁念一解。伊笑。啊，大陆拼音迄是啥？罐头。好，后一个是啥？灰碟。嘿，灰碟，吼，念了真标准。后一个是伊仔花，唔知歹，咱做伙念一解。哦，就是伫咧讲吼，感觉家己古锥啊，啊，唔知影家己其实有一寡缺点安尼。快点，亲像我有当时也会安尼。高追伊仔花唔知歹。高追，好，咱讲卖一下，恁拢总钓到8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恭喜！加油，第一关尔，好无？咱后一关甲一个金箍箍摕落来，好唔好？好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台语上练档，咱啊等于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，看又是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探险队员，我想要甲恁借问一下，恁有上过美术课无？有吼。啊，恁捌伫个美术课做过啥物物件？你会记？啊，你感觉做得袂歹哦，真水哦。敢有？医生你敢有？皮影戏，皮影戏、灰高皮狗戏啊。皮狗戏。啊，咱的叶芳咧，
香包，香芳香芳，哦，5二节的时阵，我理解。迄当阵做的是毋是？只是分享一下大家伫迄落上美术课的心情。啊，即摆要开始考验啊，加油哦，尽量讲出来好不好？好。来哟，加油，行来噶！来，开始哦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伊是啥形的？什么形呢？形的是鸡卵形，鸡卵形，鸡卵伫形，咧手顶管，伫手顶管。是一片一片啊。一片一片。对，一片一片，差有5个，会当擦红红，真假？真嘿假？啊来，几个字？对吼，你会当甲人过，敢讲？要甲人过，爱请什么人斗相共？会当甲人变好，变好，好，变好，变好。啊是要拍死，拍死好，拍死，拍死，拍死。拍死好来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安怎？伫倒位出现？有数字，有数字，有数字，有数字哦。会计咧用的，会计咧用的啦，应该是讲古早的会计古早用的，古早咧用的。什么？用哎呀，算盘，算盘。哦，对。好来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然后会当会寄物件，寄物件，嘛使寄批。寄寄杯，批，寄物件，看到有人是有寄，有寄，对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感冒飞去就感冒，比便宜些，比白伊搁较细，比便宜较济。金手。哎对，水，来，预算真好哦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紧扣，涂骹收垃圾的时阵，爱剃头卡。拍死好，拍死好。还搁继续，要搁形容一下无？好来，这两个字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嘿，是创哪伫高速公路会发生的，会停足久的，停足久诶，停踏车。啊对。再来。哇，这几个哇，字？两个字，这就困难了。跌倒一个台北，啊是要拍死，你要拍死啊，这个简单哦。拍死。跳死啊！就是你考试考了好会摕到的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是一张纸，嘿，你摕到一张纸，奖品是一种，奖章，中哎呀，因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对啊，会使。伊嘛是高速公路，嘛是高速公路，两个字，然后伊的有玫瑰鸟，顶高有数字，国道。国道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然后爱签一个物件，参加物那件，边买车的时阵，是啥物什么用？用？什么用？哦，这边落啦，哦，这边落啦。好，来看马恁到底钓到几题咧？现在看，掌声鼓励者，辛苦，真辛苦啊！哇，伊的魂敢若已经无去啊，敢若走去啊！哇，规身躯干呢！哎，你真正动足久的咧，这应该是阮有史以来动上久的，这应该有6分钟吧？真厉害哦！ 6分有哦钟。啊，两位嘛真好哟。咱来看卖有啥物题目，咱做伙来讨论者。安怎念？律师，还律师会讲辩护，我感觉这个讲我出来这个就好诶真厉害。呢。辩护，你敢捌看过亲像甲律师有关系的戏剧？ 8点档， 8点档8点钟， ，8点档，这算题目较困难小可。较咱来看卖后一题，变扫做伙念一解。变扫，变扫，你敢有厝内面敢会斗变扫？我是学校早起的时阵，拢会变扫啦。哦，就恁会使讲啊，对早起几点到几点时阵，老师拢会叫阮去做的代志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真好，来，后一题是啥？台北市咱会讲，伊是咱台湾的什么？收刀，多啊，就是安尼，好无？首都拢是台北啦。对啦，是台北。好，伊应该无其他的讲法。刷来是安怎念？合约。其实伊差不多已经足接近足近啦，的啊。签约啊，已经拢讲签约啊。因为这个代志算讲较大人咧做的代志，恁较无就了解。规定你囝拢学起来嘛，拢知影。是对，
好，咱来看卖恁钓到几题？拢总钓到哦，7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真好哦！刷来，继续加油，好唔好？好。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将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伊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扣扣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慢哦。现成，阮这4位小朋友除了晓讲台语以外，因平常时嘛有咧做运动。哦。志凯就厉害，志凯你平常时拢做啥物运动？跑酷是无？对。哦，跑酷。跑酷。跑酷。哎呦，阿凯，跑酷你哪会介意这个运动啊？有伊会使跳来跳去，我感觉跳来安尼跳几关物件，介好耍的。哦，跳遐个物件介好耍。啊，若参像这种较外来的运动，啊，这个事咱唔知要安怎讲的时阵，通常有2个做法，就直接用伊原本的音直接来讲，无就是用伊这个运动的意思，啊，咱来想一个名。你看像跑酷，那我可能会讲走趴。走了就趴呀，所以反正这个词未来就叫做走趴。因为你是神嘛，你讲的咱就爱尊敬。嘿，我是这个意思啦。其实走趴这个运动，我已经改叫走趴。走趴这个运动赞。啊，不过爱注意安全，哦。开始搁要赶动物啦，赶动物嘛是无轻巧的代志哦。请一位。来，请一位。加油！加油！准备好未？好。哎，现在噶。好，开始。开始。来哦。头种动作会当较大，安尼才赶会过。行的时阵看到甘蔗树，好，甘蔗树，好，对。来，条。你敢有好帅当招啊？好，开始。会当穿，互伊穿救生衣。嘿，对。GK 的时阵会当互伊穿救生衣。来哦。啊，这手啊较大来，这飞会去哦。这是阮家上无乖啊。上无乖啊，伊啊。你要快起来啊！下摆听高爱厝，我做高啊。厉害，已经真厉害，来，做伙出来啊！甘蔗，吊桥，伊拄则是讲，伫个吊桥顶悬看到甘蔗树，其实讲甘蔗园，还是甘蔗丛。啊，你若看了几片的，就是甘蔗园。啊，好，安尼想要试看卖？我伫个叫着哪只甘蔗哪行路？哦，袂歹。哪只甘蔗哪行路，真好。好，咱看后一题。敢有啊？头先是讲你敢有雨伞通啊借啊？对。你敢有走雨伞出门？够啊！我若看到迄时，我就想要甲伊讲一句话。你敢有钱通好借无？我看到你对对，我嘛想要甲伊讲。你敢有要紧？我人无要紧。你敢有咧喘？有，安尼就好。就串。好，来后一题。GK 甲救生衣，GK
就是塑胶嘛。吼，拢会啊，用的。剪溪啊对，你捌去剪溪过对毋对？安尼你先讲第一个。志溪的时阵袂使无穿救生衣。注意，够了你去真拍拼。这是一个宣传。对。若是以后有人要志溪，就甲这大教伊。剪溪时阵袂使无穿救生衣。好，咱来看嘛，恁得着3题，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水后加油。好啊，安尼看起来是几届的宝藏机会？敢知？两届，无毋对。敢摕到宝藏咧？看卖一个新来教。哦，啊，今仔日安尼冒险落来，恁感觉有趣味无？有吼，摕到2个金扣扣，敢有满意？无，差一个。普通啦，一个讲无，一个讲普通啦。差嘿啦，差半个就差摕3个啊，对毋对？无要紧，咱继续加油，好无？好。啊，你想要选倒一个动物？就好。这尔紧就紧好啊！确定哦？确定啊，确定啊。敢真正伫内底？敢有？唔知。唔知啊。试看麦。试看卖啊！了。啊，恁敢有看过石虎本啊？你有看过这个动物无？你两条白白的只。对。哎呦，你是看迄个图？你是看迄个图？真古水哦，好哦。石虎第一个金箍箍就要互伊啊！宝藏到伫内面的，请起来！哇，这准，颁奖！哇，那这好啦，第一个就对啊咧，真好紧的，新准，非常的准，非常的准，金扣。有欢喜无？啊，这是啥物款的礼物啦？阮这个是非常高级的木做的哦。木做的佚佗米哦。对唔对？听讲迄个冰果亲像迄个魔术角啊，共对，款对啊，伊会毋对？使互你激头脑。激头脑而且另外一个呢，你看，会当放目镜，会当放手机啊，还当放你的文具。手表你想要放啥就放啥。手是嘛用的。是。啊，厝内面敢有这种物件？敢有？拢无吼，第一届摕到吼，对。是毋是讲台语算游戏啊？真好算，对。有介意无？后座我要来无？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！欢